深圳魚翅練眼界，蛇歪罰100蚊人仔。強國人嚟到香港隨地大小二便咁唔文明嘅舉動已經見慣不怪。深圳下個月1號開始實施《深圳市公共廁所管理辦法》，到時唔好話隨地大小二便，就連去洗手間都要規規矩矩。喺公廁亂咁畫、食煙、吐痰都要罰100蚊人民幣。仲有就係射唔中目標都要罰。不過唔係故意射出界又點計數呢？而小朋友更加難射得準，到時係咪會有人企喺側邊執法呢？咁樣以後坐住小便得啦。網民就鬧爆射歪都有罪，為咗瞄準唔小心整咗落條褲度就弊啦。睇嚟點樣界定違規行為，深圳市政府都有排煩。另外，為咗解決深圳魚翅難嘅問題，新規定講明，公廁產權單位擅自收費、停用或者拆除，最高可以被罰款5萬蚊人民幣。